嘉禾大廈5級大火死因庭星期二完成審訊，陪審團經過5小時嘅退庭商議之後，一致裁定4名死者全部死於意外。其中殉職消防隊目蕭永芳同埋消防員陳少龍喺火場拯救市民期間被困喺天台，死因係吸入火場濃煙；而77歲獨居婆婆劉改女死因係缺血性心臟病同埋吸入濃煙。至於起火單位新華卡拉 OK 夜總會女公關文秀瓊則死於吸入濃煙同埋廣泛燒傷。陪審團提出多項嘅建議，要求消防處即時更新無線電通訊系統，確保喺惡劣環境下保持清晰雙向溝通，亦要確保火場內嘅消防員可以直接聯絡在場嘅指揮官。另外又建議有關部門加強巡查，嚴格執行消防條例，同埋加強公眾防火知識教育，包括確保防煙門正常運作。嘉禾大廈5級大火發生喺08年8月10號，大廈閣樓嘅卡拉 OK 夜總會起火，2名殉職消防蕭永芳同埋陳少龍喺火場期間曾經將氧氣筒俾市民使用，火災最終造成4死55傷。ONTV 東方電視記者姚詠欣報導。